80幾歲婆婆由個女陪同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唔會 VV 叫嘅助聽器。婆婆個仔喺淘寶買咗一個助聽器俾婆婆用，婆婆戴上去之後，助聽器不停 VV 叫，冇辦法使用。同婆婆做聽力檢查，結果係左右耳中至重度弱聽。俾婆婆試用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試機係繁忙嘅馬路邊，婆婆帶住我哋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清晰。問婆婆有冇好似佢以前啲助聽器 VV 聲叫，婆婆話人講嘢非常清楚，助聽器非常安靜，一啲都聽唔到 VV 聲叫。婆婆決定馬上購買我哋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婆婆戴上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能夠同家人暢順咁溝通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